西安呢次玩之前冇玩過嘢，所以就去博物院。咁我 check 咗喺 Google， 博物館同博物院有冇分別？有啲說法係冇分別，咁亦都有啲說法話博物館大啲，但係呢個博物院唔細嘅。咁展覽嘅嘢多樣化，不過有一樣嘢，我係特登冇靜音到嘅，就係啲佛像唔係崩咗個鼻，就甩咗個頭，大部分啦。咁究竟係戰火啊，定係咩原因？唔理啦。OK。咁另外第二就係小雁塔，咁小雁塔就喺博物館嘅附近，博物院啦。咁亦有碑林，咁順道睇嘅啫。咁上次去過噶啦。跟住第三，港人寺，西安最大嘅藏佛廟宇。咁上次咧就喺城牆兜圈嗰陣時咧，特登去個位睇日落，好靚。咁見到啲屋頂係金色。咁呢次就由下低睇，就唔夠城牆睇咁靚，不過都絕對 OK， 值得去嘅。last 就係灑金橋，佢比起回坊更多回人。灑金橋食街嘅後邊啊，環街嗰邊都係灑金橋區，好多回人嘅。跟住灑金橋區好長嘅嗰個食街，咁可以去嘅，不過離開我住嘅鼓樓嗰條街遠好多，所以就我去咗次嘅啫。OK。今天我寒夜裏看雪飄過，懷着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，風雨裏吹過，霧裏分不清影蹤，天空海闊你與我可永別，誰會在變多少次，迎着冷眼與嘲笑，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。一剎那，彷彿若有所失的感覺，不知不覺已變淡心裏我。誰明白我？原來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也會怕有一天會變得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，也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點解我要出嚟嗰啲文物會完整啲咧？大部分嘅地都崩嘅，冇嘢拆咗啦，崩嘅。加你分㗎，但係真係完整啲喎，呢個完整啊！咁大啲係咁樣，發覺咁樣普通啊博物館嗰啲啊，你睇啲地崩咗，時間嘅使用，火煙裝。冇嘢頭啊！真係比較肯定好實嘅。港人寺入邊，福人。嚟睇佢先。呢個就係我上次喺城牆古圈等日落，好彩有日落嘅撞到，咁覺得咁嘅嘢喺城牆外嘅。
呢個地方叫廣仁寺，廣東個廣，仁義個仁，寺廟嘅寺，係藏傳佛教嘅廟宇，好似係唯一一間啊，係認住個金頂啊，喺城牆上睇就係睇到呢幾個金頂嘅。頂廊啊，我說廊。佢啦知啊，佢啦咪咪。有啲洋葱啊，有啲應該洋葱酸啊少少。跟住攞枕頭，嗱見飲一飲，放落枕頭度，然後OK。好啦，唔影啦，阻住佢做嘢。好，呢度就係灑金橋美食一條街。牛餅啊，可能係國椒啦。不過我以為夜晚先有添，原來日頭都有。哇，好靚啊！呢個位都。老人家跟住。得到啦，呢個我帶咗。什麼顏色？哦，很漂亮，這個高檔，啦。哇！啡色咁仲有顏色嘅。公廁門口擺到正灑金條啊！連灑金條都有公廁啊！試下先，鬆糖先，係冷嘅。